先讲自是我发生中理，大家听了了解了，来好参会。因为这个来参会，安尼你到收听咧，会袂调啦。所以讲上课为重点咧，为了咱上课以后，来咱有的信息要说，就这些，下班就开始。那么这个开始，咱差不多一个自信我发现了，自信我发现了，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我老师要那么自信我现在对自信我因为今天讲我昨天讲我这5项我无认为自信。拢为自信不出来，叫做自信发心中，发心，咱就讲，咱这就是发心。若发心偏向分的大是分成一个的。那么咱这发心，咱就是一个心情发心，伊是这个心情发心就是自信啊！你看这个起来，自信就是发心。那么自信。用这个自信来做活啊，给咱用这个活来用咱的发心，咱是安尼来做内心啊。所以讲这个分，这个样是内底，想到这个样是内底，用内底样为主义，安尼来讲，用内底样为主义。所以讲咱的生意为用意为好，变意思，都好大个来。所以讲叫做自信我发心，这个用这个样来分咱的发心，这个是大事。第一是戒，第二就是定，第三就是慧。戒是慧，这个大家叫做戒法跟戒法之别，这个我戒定慧，戒法跟戒法。那么这些概念也是什么？这里大概内容概念也是什么？那么以下面这些概念，这下面就是概念，概念，因为这三方一起，
意思
到
对咱讲爱心，对咱爱心，爱心去找到是讲咱去找善恶心。